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上期跟大家分享了仁波切的这一本英文书 Peace， 中文版叫宁静。那这本书的第9节，本书总共有27节，总共分成7章。那这是第九节是属于第2章的第4节。那第9节呢，我们主要分享说宁静来自于一个快乐的心态。接下去给大家就继续延续上一期的分享。那上期我们说到，其实很多时候快乐会不快乐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看待事情的方式，我们内心是不是能够得到宁静呢？其实来自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心态。比如说就是他说在西藏嘛，最有名的经咒呢是Om Mani Padme Hum， 那是6字大明咒。那仁波切说，其实在现代世界呢，真正更有力的一个经咒是说，是诚心诚意的说对不起，或者是对不起，我错了。那让对方赢，或者是将胜利奉献给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咒。那仁波切在上期我们有分享到，就是说有些时候并不是说你真的错了，但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常犯这个毛病。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在逻辑上，在道理上，或者是整个就是多数人都会怎么看，在常识上是怎么样，都会觉得其实应该是这样子，我其实并没有错，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考虑到的情况是很怎么说呢？是相当圆满的，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你就理直气壮的就怎么说呢？就什么都不理。那有些时候其实有考虑过，不是每一个人会能够跟你拥有同样的看法。那有些人可能因为你的某一种说法、某一种坚持，而不高兴了，而受伤了。那其实那时候你其实要去顾虑到这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就不说不叫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其实并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要去怎么说呢？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但与此同时要照顾别人。如果有人因为你的做法而受伤了，那你要照顾到他的心情。所以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并不表示说你错了。其实并不表示说你错了，很多人以为说对不起表示我输了，我错了，我所说的东西就错了，我的方案是错的。其实并不是。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要说的是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到你的心情。对不起，我应该怎么说呢？从你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试着来了解你的心情。你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当你比较心平气和的很诚心诚意去了解，就让对方了解你，其实你在乎他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会缓和，而不是理直气壮的。你为什么不是理直气壮的去跟对方怎么说去辩？就是说你怎么没看到这一点？这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没看到？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他受伤了，他愤怒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那反而你换了一个姿态，你缓和了，那对方也缓和了，那这时候呢，你才可以，你所说的，如果你的道理是正确的话，那你这时候你所说的内容呢，才有可能让对方听进去。所以这个，要这么做的话，其实要非常非常的有诚意的，是要很认真，是要，其实甚至是怎么说呢？你可以要很谦虚的这么做。If you say this very powerful mantra, I'm sorry. You look the other person in the eye and you mean it. It will dilute everything. It does not mean you lose. Superficially, it may look like you have lost. You feel embarrassed and you look stupid. But look at the reaction around you. After 1 time, 2 times, 3 times, people will come and fold their hands and say sorry to you. It is more effort. And you might think, why do I always have to be the nice guy? Why do I always have to be the good guy? Why do I
always have to be the one to step out first, because you are the one who wants happiness. You are the one who wants to develop your mind. You are the one who wants to improve your mind. You are the one who wants to create harmony, inner peace and world peace. So those of you who wants happiness, harmony and healing of your body, it starts with your mind. 这两段说呢，是当你说这一句很强大的心咒对不起的时候，你其实是很认真的看进对方的眼里，而且是很有诚意的那么说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它让一切都，就是它能够消解一切。但这其实并不表示说你输了，表面上看来它你好像是输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尴尬，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面子，或者显得很笨。但如果你仔细的慢慢观察周围的反应，一次又一次，在很多次之后，1次了2次3次4次5次，在很多次之后，你慢慢你也看到大家对你的看法，大家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会赢得更多的尊敬。逐渐的，当怎么说呢？当人们看到你愿意去照顾别人的心情，当别人观察了很久，确定你是这样的人之后呢，人们会开始对你产生敬意。那即使就是跟你敌对的那一方面，当你跟他你让了他那么多次，你很诚心诚意跟他说抱歉那么多次之后，那将来呢，有些时候再遇到同样情况，他也会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他可能也会跨出那一步，就主动跟你说对不起。这其实当然这里要付出的努力是不少的。也许你会说，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我必须做好人？为什么我必须是那个善良的人？为什么我必须总是那个必须主动去示好的那一个人？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是想要得到快乐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想要成长的人，你是想要去发展自己的心思的人，因为你想要改善自己，你想要转化，你想要给周围的环境带来和谐，你想要有更内在的宁静，你想要世界和平。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找到快乐，想要和谐的，或者想要得到身心得到痊愈的人，其实这一切呢，就从自己的心识的转化开始做起。心识的转化就是很简单，就在说，这其实很多人前一阵子很流行嘛，就是对不起我爱你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其实这的确是很强大的。当你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它代表就是说，它一个简单的对不起，其实就表示在这是佛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诲，那是阿底峡尊者，那是四经八颂里就是常提到的，就是愿将生理奉献他，那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他成果呢是很怎么做呢？是值得的。You need to make the first move. If you are having a fight with a child, you can't expect the child to say "I'm sorry" or come talk to you and pat you on the back, can you? You are an adult. You are bigger. Your mind is bigger, especially if you have heard the Dharma. Or if you are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Buddhist, a good Jew, a good Hindu, or a good atheist, a good You need to make the first move. If you are having a fight with a child, you can't expect the child to say, "I'm sorry," or come talk to you and pat you on the back, can you? You are an adult. You are bigger. Your mind is bigger, especially if you have heard the Dharma. Or if you are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Buddhist, a good Jew, a good Hindu, or a good atheist. You are a good person. And a good person's quality is to step out first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himself and everyone around him happy. A good person likes to diffuse the situation. I use that example because that was the first teaching I received from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in 1976 when I was only 11 years old in Washington, New Jersey. It was about the 8 verses of thought transformation.
It was a beautiful teaching, and this was what His Holiness taught us. I remember it clearly. 那这两段说的是，你必须是主动采取第一步行动，主动采取行动那一个人。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在争吵的话，你总不可能期待说你的孩子跟你说对不起，或者走过来跟你拍拍你的肩膀安抚你，难道不是这样吗？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比他大，你的心比他大，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听闻过佛法，或者是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或者是无神论者，你是一个有心向善的人。那一个向善的人的特质呢，是要主动的跨出第一步。为什么？因为你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快乐。那一个向善的人很喜欢就是很融洽和谐的一个氛围。那伯爵说，他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他11岁在华盛顿第一次听到法王的佛法开示的时候，当时法王的怎么说呢？法王分享的那个开示就是修心发颂。修心发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示。仁波切说，他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那修心发颂是我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那希望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回来听一听。We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and say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continue it, and it should be a first move without agenda, pride, or want of reputation. It should be from the heart, because we want happiness. We want to be better. We want to improve our lives. And we cannot improve our lives without depending on people around us. Nobody is a rock on an island and lives on his own. We are social animals, and we need to be around people. 那我们呢？应该主动去跨出第一步，主动去说那第一句话。我们应该持续那么做，而且不应该带有任何动机，不应该带有任何的傲慢，或者是有任何怎么说呢？想要因为这样子而赢得声誉。我们应该是发自内心那么做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想要快乐，我们想要改进，我们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那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呢，我们没有办法是一个人的，我们跟着整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你必须依靠别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独自生活的一个孤岛，我们是群居动物，所以我们是必须跟大家互动的。那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如果身边环境就是在工作环境啦，或者是家里啦，有一个人就是走进来就长期在脸臭臭的话，那其实它会影响到整个周围，它会影响到整个地区、整个地方的整个办公室或者整个家里的气氛。所以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更好的去好好的跟别人互动。如果那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在处理争执上，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不妨做出那一个认输的一方。I'm giving you Buddha's teaching, but they are as applicable today as they wer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very logical. It is not about me sprinkling some water on you. You accepting the Buddha and being safe, that is not going to work. None of you are going to be safe. I'm not going to be safe. You know how many people accept Jesus, Buddha and all that. They are not safe. Saving doesn't come from outer source. It comes from you. Jesus and Buddha are guides. They lead us, they inspire us, but they cannot take away our suffering and give us happiness. If they could, the world would be fabulous. I don't think Jesus or Buddha would want to lead the world the way it is now. That proves to us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to take away anything or give us anything. Bu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inspire and to teach by example. And if we follow these teachings, results will come. 好，那这两段就是说，仁波切说他所说的虽然是佛陀的教诲，但是
但是到现在还是很实用的。为什么呢？虽然因为佛陀教诲虽然是经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经过了它虽然是2000多年前，佛陀所说的话，但事实证明它经过了1000年的考验，它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而且是十分符合逻辑的。那这并不是说我在你身上洒一些水啦，你接受了佛陀，然后从此就得救了，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仁波切说那是行不通的，并不是。其实说，也就是很多人以为自己，我是佛教徒了，我每天可能就念一些经了，那就好了，或者我每天都有烧香了，一切就好了。那并不是这样子，它不是这样子来运作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这样子得救的。仁波切说他自己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得救。那如果这样子能得救的话，世界上很多人都得救了，因为你转眼看去，你望过去，有多少个佛教徒，有多少个基督教徒，多少个回教徒，多少个道教徒，各种各样的教徒，那有多少人得救呢？其实得救并不来自外界的力量，它来自我们自己。耶稣啊、佛陀啊等，就是上帝啊，他们都是指引，他们是带领我们去启发我们，所以我们才需要常常去上课啊。比如说，即使是怎么说呢，基督教徒啊、天主教徒啊，他们也需要常常上课，去读，就是上帝给予的一个教诲的指示。那其实那是给我们的启示。它并不能直接带走我们的痛苦和给我们快乐。事实上，如果说佛陀或者是耶稣，或者是就是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或者是神啊，都能这么做的话，那世界都会非常美好，不是吗？虽然不是说他不认为耶稣或者佛陀希望能够希望把世界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天什么样子呢？这世界充满战争啊，这世界到处都是非常冷漠的啦，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物质挂帅的世界啦。如果佛陀或者是耶稣能够改变，就是有权利有能力去改变一切的话呢，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仁波切说，这证明了其实真正改变的并不是能带来改变的并不是佛陀或者基督，它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带走什么或者给予什么，但是他们给予的是什么？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他们以身作则，给我们看到这是他们那种做法是可行的。所以如果我们好好跟从这些教诲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一个结果。那好，所以这一期的分享呢，其实这个第9节呢，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去做一点的回顾。第9节的重点就是说，宁静来自于快乐的心态。那快乐的心态怎么来，怎么快乐？那关键在哪里？那总结一下，那关键在于主动跨出第一步。主动跨出第一步做什么？那仁波切说，其实他明白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所以那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那很多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无论是谁都好，无论是什么人都好，大家都同样的，大家的心愿是得到快乐。那得到快乐和平静，那我们才能够去把这快乐跟平静带给其他人。那这种快乐和平静呢，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你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了，或者拥有什么财富了，但是真正的快乐平静，但其实不是，我们都知道它不是。那真正的快乐和平静呢，其实是带给别人快乐，帮助别人，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和平静。那其实要这么做呢，有什么怎么说？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去到我常常跟别人闹得不愉快，或者是别人冤枉我了，甚至别人不了解我等等的，那你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到处离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
那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完全这问题在谁身上？是你身上还是别人身上？为什么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可能都只能待上1年，那你就必须离开了？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在那里？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可能，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么多次，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自己？如果你怎么说呢？既然都已经失败了那么多次，那你换一个方式吧。那你尝试改变自己看看，可能你改变自己了，那整个环境整个情况就会改变了。所以逃避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离开一个地方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很多人都做错了，有些人甚至是逃的太多，逃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就选择什么逃离自己的生命，选择自杀了。那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到的，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习性太强的话，那你到了来世，你依然会有同样的习性，那你依然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是一个愤怒的人都好，那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特点的话，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是吝啬和愤怒，那你认为谁能够接受你？一样的，那也延续到下一次的话，但是情况也只会更严重，没有半点好转。所以逃并不是办法，主动做出改变才是办法。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视野，这些说的。那怎么叫主动？怎么去主动做呢？主动做其实简单来说，它是有一些窍门的。主动就是有其中一些就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你可以用很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别人，或者是别人对你吼的时候，你用积极的方式、正面的方式来回应他，你可能就保持沉默啊，你可能就尝试去关心和理解了。那是一个正面的一种方式来回应，或者是不做反应，本身就是很温和的不做反应。我说的并不是不理，而是不去反应它。你是不理，其实会让人家觉得你很骄傲，并不是不理会，而是认真的听他说，聆听他，然后好好的去怎么说呢？好好的跟他解释。那当然更有效的是，你如果愿意主动跨出那第一步，去说对不起。我们刚才说过，对不起并不意味着你输了，并不意味着你做错了，其实并不是。你不要以为身边的人都是瞎眼的，都看不到的。不要以为你说了一句对不起，全世界都认为你是错的，其实不是。大家其实都心里都很清楚的。如果对方无理取闹，那就是跟你硬争执不下，那你主动作为那个跨出那第一步说对不起的人，也许有些人少许人会认为你傻，但是有更多人认为你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大很心胸宽大的做法，你这是很善巧的做法。那很多人其实会慢慢观察，那久了之后呢，他们就对你产生尊敬。所以这个主动说对不起，其实这是修行发送的一个部分，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教诲。所以仁波切说这个这样子的这3个字呢，其实比我们所熟悉的6字大明咒来得更加强大的。那主动跨出第一步，主动说第一句话，而且是不带任何动机的。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必须跟别人相处，我们并不能独自生存。所以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感受非常重要，要常常去记得这一个。这虽然是佛陀所说的话，就是仁波切说，他说虽然只是引用佛陀的话，但是其实是很实用的，因为这已经经过了上千年的一个验证。佛教并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并不是说在你身上随便洒一些水啊，就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不是的。要真正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改变个人的因果。那如何改变个人的因果呢？所以改变自己做事情的方式。而且仁波切说，不要期望佛陀或者是耶稣等去改变你的生活，你不要期待这样子的坐享其成。仁波切说这是不可能的。那如果可能的话，像佛陀那么慈悲，像耶稣那么慈悲的话，他们早就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乐园了，不是吗？那世界目前是乐园吗？其实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其实佛或者是基督是不可能帮我们就完成这一个。那能完成这个的，其实关键在自己。
佛和基督呢给予我们的是指引，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听从他们的指引，跟随他们的指引，那我们就有可能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理想世界。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结束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现明至尊上慧明生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主二之意，祈愿上慧明生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流生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我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愿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君王照三月，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那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